上講介紹周易蒙篇，說明教化體法對中華文明開展非常重要。周文王係得伏羲嘅啟發作周易獻良謀，因此伏羲應該有大智慧。不過古今中外，好多人以為中國文明只得幾千年，而且比其他地域落後好多。本講會從典籍所記、考古所得互相引證，確證伏羲嘅偉大功績。早在公元1483年，明成化19年，已知伏羲部族起源於天水，於是喺天水建伏羲廟，記錄其史實同埋功績。1993年，天水市政府以伏羲廟為中心，興建較大規模嘅伏羲城。2001年，被國務院核准列為國家級重點嘅文物保護單位。2006年，公祭伏羲大典被列入全國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。伏羲廟嘅太極殿內原伏羲14大功績圖，為隴上著名書畫家黃友南先生所繪。第一幅畫始畫八卦，少啟文明；第二幅畫造書契，以代結成之政；第三幅畫結往古，以教田儒；第四幅畫養育犧牲，以作庖廚；第五幅畫造屋爐，改善居室；第六幅畫製嫁娶，以麗皮為禮；第七幅畫養蠶化布，改善衣着；第八幅畫疏水造田，繁枝草木；第九幅畫鑽木取火，冶金成器；第十幅畫製琴瑟，作樂曲；第11幅畫嘗百草，製九針；第12幅畫以農幾官，分布治理；第13幅畫創立占筮之法；第14幅畫逐力度定節氣。不過從更多嘅典籍同埋考古，可見伏羲貢獻不止呢幾項，更加知伏羲係創八符，非八卦去立八部，亦都未無創立占筮啊。觀天象，伏羲觀察太陽、月亮嘅運行，察覺一，太陽與月亮恆常互相交替，因而產生一天，形成晝夜。二，從太陽與月亮在天空移動到嘅位置，估計當時大約時間。三，從月亮嘅盈虧知是那個月期。計力算，伏羲根據氣候溫度變化嘅規律，種植物嘅生長週期，得知有周而復始嘅四季，再結合農作物嘅生產規律，創出最初嘅農曆同埋節氣嘅曆法。人民從曆法得知每年四季何時怎變化，起居避寒熱風霜之苦，農事隨穩定規律生產，從此大大推動社會進步同埋生產發展。春秋內侍說伏羲分陰陽之數，推列三綱，建立八節，以爻應氣，凡24，消息禍福，以利吉凶。大地灣第一期遺址發現咗粟黍，呢啲係最早嘅糧食種子，改變咗中國農業何時何地起源嘅看法。造書契，原始時代各地好多民族以會結成嚟到記字，小事簡潔，大事複結，設模式加掩飾作輔助，結有多少還可以表達數值。三皇本紀說伏羲造書契以代結成之政，意思係刻畫符號記事，取代結成。甲骨文有契，即係契呢個字，解作用刀把約定嘅事項刻在綱上，幾多人就複刻幾多次。把綱分設給各人保管，若要查證，便攞出詞份，合併吻合，即為真實，可查憑據。
中華從此發展嚴謹嘅合約文明，包括議合、立約、寄存、認證。不過契刻在竹或者樹嘅桿上，無法流傳久遠，於是又刻在陶器上嘅。伏羲時代嘅秦安大地灣文化遺址中，發現刻在陶器上嘅數十種符號，已有字嘅基本形態。結網古，普國子說：太昊施蜘蛛以結網。亦繫辭下傳說：庖羲之王天下也，作結成而為網古，以田以漁。意思係伏羲從蜘蛛結網得到啟示，將野麻曬乾搓成繩，教捕獸用繩索編結成網，網捕禽獸魚蝦，從此漁獲大增，改善以前只係靠採集野果、集體圍獵不敷食用嘅狀況。從甘肅天水大地灣遺址、仰韶文化嘅遺址中，發現大量骨針、陶石舫輪、石網具、陶網具、骨魚鈎、魚叉等捕魚工具。當時除咗用網捕魚，兼用鈎釣、投擲、捉撈等方式。至今漁獵業供奉伏羲為祖先。還養羲身，宋魯史說：還養羲身，羲係指伏羲發展自育牲畜。伏羲教人把餘下嘅漁獲獵物養成沙畜，待需要時候才食，開始咗畜牧啦。現經鑑定，當時嘅家畜主要有豬、狗、牛、羊、雞。大地灣遺址中，仰韶文化晚期嘅第一灰坑出土咗10多頭豬骨，骨器亦都多以豬骨做原料，亦發現少量嘅羊骨同埋馬骨。伏牛成馬，宋魯史又說伏羲伏牛成馬。伏羲掌握牲畜嘅習性，利用佢哋嚟服務，例如牛強壯力大，助搬運同埋耕種。騎馬可以行走更久更遠。輕庖廚，韓非子五誥。上古之世，民食果螺蚌蛤，腥臊惡臭，宜傷腹胃，民多疾病。三王本紀說伏羲有性吉，養羲身於庖廚。火燒森林之後，伏羲發覺燒死的鳥獸色香美味，食後安全。透過摸索，將紅紅嘅火堆改食到可以控嘅灶火煮食。又發現多類嘅烹調方式，如直燒法、石幡法，即係石板上燒啦；泥包燒、葉包燒、石烹調法，將燒紅嘅石加入水中粥煮法、漏蒸法等，傳到黃帝，再把粥蒸成粥飯。發展能源。燧人氏時期發現烤的燧石能產生火花，好用嚟取火。後來伏羲發明如何生火更嚴，咁將火種保存，教人用火煮熟食物，燒物取暖。於是成立尼部，即係火部啦，負責能源開發，採集可燃嘅物料，研究如何延長燃燒時間同埋增加溫度。進一步運用火嚟燒陶冶金，製各種器具，促進生產，改善生活。嘗百草製九針，孔松子連松子下說：伏羲始嘗草木可食者，一日而遇70毒，然後5穀乃食，使伏羲找出安全嘅食材。太平御覽引帝國世紀。伏羲嘗味百藥而製九針，以請邀往言。伏羲嘗百草去製藥，用獸骨做9種針，為民治病，創中華藥醫學先河，因而得歷代嘅醫家供奉祭祀。下一講會介紹更多伏羲嘅偉大貢獻，下一講見啦。